來繼續來看新北市三重埔的忠孝橋發生一件車禍，兩個查囡仔騎機車相載，車頂起行，無拍方向燈，就向切過正邊的車道，結果甲準備要正越的公車相會撞，兩個姑娘仔互撞倒在地，後座17歲少女閣互公車拖咧行，差一點就互公車鏈交過，驚險萬分。機車、汽車過橋了後，攏乖乖停落來等直行的車頂，還有一台雙載烏多擺無拍方向燈，直接就切出來掃落來。老百姓一直等，兩個查某囡仔被撞倒在地，後在這個17歲少女和公車拖咧行，頭閣真歪車鏈，險險啊，就和車鏈直接就交過。為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頭前變青燈了後，這個雙載烏多擺就隨起步直接切到正彎的車道，這個公車司機根本就袂互動，直接就撞落去。代志發生在昨日下晡4點半，新北市三重埔的忠孝橋頂，一邊是直行車道，一邊是正彎的車道。雙載烏多擺敢若是要為正邊超車，不過這個14歲公車落忠孝橋了，準備要正彎要去中安街口站，想不到烏多擺一個衝出來，根本就袂予反應。本來事故現場依規定測繪記錄，詳細肇事原因尚待釐清中。大都會客運有關心這兩個受傷人，相關的責任將由第三方的公正單位來判定。加在這兩個小姐當時就家己爬起來，無啥要緊，好運救回一命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